号开启2023台南国际音乐节魔幻音乐之旅。谢谢，感谢市长。台南市长黄伟綽化身魔法师，为2023台南国际音乐节来宣传。这次以音乐未来为概念，规划未来之声音乐万象2大主题，总共10档11场的音乐会。今年办第3届台南国际音乐节，那邀请了非常多的这个国际知名的音乐家来演出，也有本地，还有包括台南市民族交响乐团的一个重磅演出。那中间许多演出已经未映先轰动，票都已经卖完了。这届当中包含古典甲创新形式的演出，由国际小提琴巨星廖开事务，接落来还有国立台湾交响乐团、迪士尼100周年音乐会、和哈利波特电影音乐会，另外还有包含3档户外演出。我们音乐的节目不是只有在天堂之上，台湾有很多很重要的历史古迹也好，很好的一些历史空间。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样的音乐也带到所有的历史空间去，让所有人去认识它是有很多很好的地方。文化局以台湾的节目以及跨界演出，展现音乐丰富的台湾面向。明年也将迎来台南400档，期盼让这座城市会当成为音乐之都。台南新闻盛怀采访报道。